大家好，我是李玉玺，我在《我的一瓦厝咖》里面饰演的是苏志兴。大家好，我叫做李清怡，我是一个现代设计师。今仔日是我这部戏的第一堂台语课。好，那注意一下那个 man 不要有 man 的感觉，不是 man 哈 ，man 哎 man。我有写过台语的歌，我有播过台语的戏，毋过就是平常时无咧讲，所以就爱拍戏。准备的时阵才有讲，就是你这样发现。毋过你看电影的戏，我真的前期花蛮多时间在练习。台语真的有太多的美感了，所以这段时间几乎开车都在听那个老师的音档，然后跟着念，这样就有点变一个自言自语的神经病。其实我虽然是高雄凤山人，毋过我5岁时阵就来台北。我的阿公甲阿嬷嘛是爱讲台语，毋过因嘛感觉我讲台语听起来就不舒服，所以都叫我说国语。再来会比较困难的就是现场有时候会根据我们的场景或是演戏的方式要改变一些台词，对，这个时候就会常常不小心一直讲回原本的。我想讲，公司台语台哪会这么赞，要找我第2届来播台语的戏。然后因为时隔其实有一段时间，所以其实中间我真的也没什么在讲台语，所以一到这个剧组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就是重新又在重来的状态。不过就还好有陈峰慧老师，就是一句一句的教我们念，所以在拍戏之前当然练习。天魂人，车魂人，就忝的。修走。老师觉得他们两个的台语程度怎么样？当然是比较起来，迄个青怡较好啦吼。青怡的迄个调的问题较少啦。记心。有救吗？来得及吗？我怎么能说没救？我如果说没救，我还来干嘛？当然，的烟就是那个烟火。真个真认真认真在学习，搁认真在练。但是有时啊吼，咱咧教即个无共的少年人，还是外国人的时阵啊，会有一寡即个因想到我无想到的点，吼，因可能去联想到一寡趣味的话，吼。如果这一句是考试它，那是可以念的时候也念成无双嘛。给。对，一个强调。给它给起来。给，就是顶多这样。给，干给，给哆来咪是什么？给的哆来咪。突然。给哆来咪。对吗？哆咪。对哆咪对。抖咪啊。嘿，哆咪。给对哆咪。给，因为跳很多。对。你手会怎么意思啊？这是句子。这是表示合成吗？还是？好像会有事。很爽，这是很爽，叫徐伟很爽。但是有觉得这部戏的台语，我稍微比较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的。我好像渐渐可以一看国语，我好像也可以翻出台语了。好，给他多下老师。再回当二。当二。可以说同哈的。同哈。那是当二再会。加油哦！给，哼，改给。你们倒数1、2名，要加油！他比我厉害啦。所以你是倒数1，他是2啊。我有放心。其实我看了这个剧本，我有淡薄仔感动，就是即马有人愿意用轻松简单的故事甲台词，互大家来看台语的戏。这出戏我看剧本的时阵，就感觉足好耍嘛，足趣味，足古锥，
相信你大家嘛会介意。所以，若是会使用即出戏，互大家安尼来听台语、学台语嘛袂歹啦。